針對這南投民間向焚化爐會議提出來的這個資料呢，反焚化爐自救會伊是指這相關的數據，恐驚甲現實的情形是無啥共款。實際去甲現場會勘，結果發現講，其實根據計劃呢，是愛烏死的井甲落去。也毋過，這民間團體佇現場煞指出，干那2個坑爾，其中一個坑佫有水。民間團體甲農民呢是指這焚化爐有定在下底，恐驚是有水源。6米83，開發單位和自救會成員來到焚化爐預定地的現場，來咧看位置探勘地質烏的井，包括坑的深度，還佫地下水位的測量。結果發現開發單位講有4口井，現場煞只找到2個。自本這個 pH 控是這口井應該深度愛挖到20公尺，不過實際上量計約只9.6公尺，而且是6.83公尺深的所在，就發現有水。自救會質疑焚化爐預定地的地下水含量真多，嘛掛心去焚化爐會污染到地下水和產地。咱目前測起來，伊只是10米深爾，佇6米83的所在就拄着水啊。咱局長講20米的深度無水，這甲咱的環評報告書土壤報告內底的數據有相當大的差距啦。那污染是對這個民間吼，包括民生用水甲這個灌溉用水，攏是會真大的這個危害。雖然開發單位講這是廢水零排放，毋過咱也知影不管是毋是零排放，絕對是做袂到零排放啊，所以這是咱真大的煩惱。自救會和環團表示，焚化爐預定地去一個特定農業區。地下水狀況愈直接關係到所在的農業啊個環境的安全。南投縣環保局講，這是環評會期進前另外做的探勘。環評會期了後，會依法正式探勘7口井來消除大的煩惱。的確，在現勘的情況，好像民眾覺得沒有到20公尺。那我們的探勘報告都有提到，其實我們都是到20公尺哦。那因為前幾天有下雨的情況，所以地下水位的確會升高的情況。那所以可能民眾在昨天認為7公尺就有水。那我想這個部分我們會持續來做觀察。那我們在環評會議結束之後，就會進行正式的探勘。環團認為，縣府不應該在基礎的數據無清無楚的情形下，又擱硬要殺進開發的定時。環團表示，會擱繼續監督縣府的作為。記者黃英秀南投報道。